世界不羁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欢迎收听《彩色人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希望。咱都希望家己的这人生会当一帆风顺哦，但是神的旨意并不是安尼哦。在咱这人生的路途当中哦，总是有一寡困难。主虽然伊道艰难，互咱做饼；伊道困苦，互咱做水。假使讲，咱若知影讲，伫困难当中哦，来祈祷仰望神，神的确会保守咱的心怀意念，互咱亲像敢若红婴仔共款哦，伫妈妈的这个怀抱内底平静安稳。今日哦，咱邀请到这个主角吼，就是伫急难当中上好的见证人。伫伊的生命内底哦，有真侪届这急难，伊是安那倚靠耶稣得到真正的这平安。互咱做伙来分享到伊的生命故事，咱来欢迎真耶稣教会英歌教会王崇祥执事。执事你好，希望你好，感谢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英歌教会的王昌祥，感谢主。是，执事吼，欢迎你来我嘛要讲一个，执事吼是喜悦相当敬重的一个长辈，所以今仔日会当转来到英国教会来访问到执事哦，喜悦感觉真欢喜啦执事咱就轻松讲话啦轻松开讲咱嘛知影讲你是自细汉的信主哦，咱来请问一下，你是第几代这个信仰？讲起来是阮爸爸甲阮阿公是同齐来信主啦。原本阮爸爸、阮阿公是长老教会的信徒啦。有一摆早期伫民雄教会民雄庄卡啦。阮爸爸伫外面听到咱真耶稣教会的宣传，讲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啦。就回去甲阮阿公讲。阮阿公就做伙来教会来听道理，伫安尼是有圣灵，所以讲阮阿公甲阮爸爸是同齐来信主啦，所以讲起来，我若要讲伫这个辈分来讲，我是第三代，若用信仰来讲实在是第二代安尼啦。是，感谢主啦。哇，感谢主呢所以是为阿公甲爸爸开始啦。是。其实咱时代初信的这个种种的见证虽然讲是一个历史，但是算是咱信仰的成长过程当中上好的养分是。好，咱嘛知影讲执事其实虽然讲是爸爸甲阿公传落来的这个信仰，不过呢。这位神真正真做你的神嘛是伫你的生命当中经历了真侪艰难咱知影讲伫民国98年2月的这个时阵迄个时阵你既然得到迄个脑膜炎，这个脑膜炎通常应该都是迄个杀菌来感染，迄个死亡率嘛有到20%呢。若不是神的这个带领听众朋友，你有可能无法度听到阮执事伫遮来受专访啦。所以咱即马请执事来分享到这段神安那来医治的过程。好。感谢主，我今仔日就来见证讲，民国98年2月，我得到脑膜炎来望主来医治这个经过啦我今仔日要讲的见证会当分做3部分啦第一部分就是讲对昏迷到清醒第二部分就是对无声到有声第三部分就是伫主内面的平安我正先讲对昏迷到清醒。我是伫97年12月中我就有感冒啦。感冒去看医生感冒无完全好啦。但是都过来都拄着正月这个农历过年病院也休困啦。我就怎无搁去看医生啦，就踮厝休困。
休困了后搁上班啊吼，就开始去上班嘿。虽然讲抑搁有一撮感冒，但是我也是无去甲注意。一直到这个98年吼，2月11这天吼，身体安尼足艰苦的啦，足艰苦。我无倒去上班，我就请假。结果请假踮厝是安尼困规工的啦。到暗时，阮太太回来就催我讲，爱搁去病院啦，去看医生啦吼。结果去呢，医生就甲我注一支迄个点滴啊，大筒的，注一支大筒的吼。了后回来，但是到第2天吼，搁规身躯拢无力啦，无法度啦，无法度上班啦。我就爱搁请假。阮太太看我迄个身体情形吼，所以伊也请假留伫厝内底甲我照顾。第2天到中昼的时阵，我看讲，外口天气吼真好啦，日头安尼感觉真温暖，我就想讲来晒日头晒咧吼，有可能身体会较恢复啦。我就落迄个中庭吼，去晒日头晒10几分钟诶。晒了回来吼，回来房间休困，结果我就失去迄个知觉，都无意识啦。我迄个。遮严重哦！是，自安尼开始吼，有5天的时间吼，发生什么代志吼，我拢唔知影。就是到即马吼，我抑佫拢无迄个记忆啦吼。这事后，阮太太甲我讲的啦。讲我等去房间了后吼，开始发烧，流凊汗，有要吐安尼啦。伊问我讲，爱去看医生无？我佫会当甲讲毋免啦，所以看我都有反应咧。对啊，其实我拢毋知影咧，拢无知觉咧，无意识咧，所以就佫休困。但是一直到迄个暗时来吼，阮太太看讲情形毋对咧吼，就决定就带我去咱三峡地区的一个教学病院去急诊，急诊。伫急诊室就抽血检查咧，结果发觉讲白血球吼，安尼悬到2万几啦。哇！咱若正常人吼，咱差不多爱4000到1万这个中间。但是我迄个时阵白血球就2万几的。阮太太就甲医生讲，讲我过去吼捌有这个因为胃淋巴瘤吼有开刀的这个病历啦。是。所以医生吼，伊怀疑讲，是毋是？这个恶性的淋巴瘤佫复发，佫复发，所以第2天天光吼，就安排做迄个腹部超音波检查。但是结果腹部遮无啥物问题咧，无问题。不过医生伫这个急诊的过程，伫这个检查的过程，伊看我讲，我迄个意识吼，安尼无法度配合这个医生这个。动作吼，反应吼，无迄个反应无法度配合，伊就怀疑吼，可能脑神经有问题啦。所以就马上就搁安排做迄个脑部的断层扫描。是，然后搁做这个脊椎髓吼，量骨水抽量骨水来检查啦。这经过这2个检查了，就发觉讲，这个脑压吼真正足悬的。这个量骨水内面白血球达到这个4000，是。咱的正常人的这个量骨水内面白血球是敢若爱5尔啦。哇！所以达到4000。然后搁伫这个显微镜来观察都足清楚发觉到讲足侪这个病毒的细菌伫这个检验这中间发现啦。医生安尼推断。讲应该是肺炎链球菌来感染引起这个脑膜炎。这是一个较特别的现象啦。一般咱咧讲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应该是去攻击咱的细胞，产生咱的呼吸的问题。但是我这摆走对迄个脑部去，所以这是一个较罕见的一个迄个病例啦。所以医生就判断爱进加护病房去治疗。迄个时阵，阮太太甲咱团队拢伫急诊室。
医生甲因讲啦，按照因这个病院过去的经验吼，这个病这个死亡率真高啦。是年纪愈大吼，这个死亡率会愈大。尤其亲像我安尼有开过刀吼，这个免疫力吼，免疫力较差的人吼，这死亡的机会更较大啦吼。所以下晡就带入去加护病房，开始注射的这个镇定剂啦吼，降脑压的迄个射啦吼，搁注抗生素，医生爱阮太太签名同意吼，做迄个气管的迄个插管吼，因为我迄个时阵这个呼吸达伫无迄个意识吼，看到我迄个无意识下面迄个躁动吼，所以就甲我的骹手吼，拢绑起来吼，绑伫迄个病床吼，最后医生开一张病危通知单啦，吼，顶面写讲做脑膜炎并意识障碍，就是讲因为脑膜炎引起的这个意识迄个障碍吼，随时吼，讲随时有生命危险，一张迄个病危通知单啦，吼，所以我就开始伫加护病房，吼，安尼头前这4天吼，拢完全分袂，吼，分袂指数只有3啦，吼，拢无迄个知觉，介危险哦。伫迄个时阵，加护病房是一天会当开放3摆的探访啦，阮厝里的人吼，拢一直伫这个我门窗边伫甲我叫啦，吼，要含我讲话啦，吼，但是我拢毋知影，因为放詹姆斯吼，放诗歌互我听，我嘛毋知影，吼，因有看到我讲镜头安那乌啦，吼，嘿，想讲可能去互迄个骹手绑起来吼，绑了安尼血路较袂通啦，就搁帮我安尼按摩啦，安尼骹手定咧，这动作我嘛拢毋知影，吼，伫这个中间，医生对阮厝里的人吼，这个说明吼，因拢表示讲无乐观啦，无乐观，嘿。伫这4天中间前后有3个医生吼，就是讲我的主治医生啦，吼，甲住院的医生啦，吼，甲有一个实习的医生吼，3个人分别吼，拢有对我太太讲，上届好吼，要有一个上届做一个最歹拍算的迄个心理准备啦，上届好吼，通知厝里的人吼，亲人拢回来安尼啦，是，其中有一位吼。甲阮太太讲，阮会当做的吼，阮拢已经做啊，搁再来吼，领导，领导种伊是敢若比一个吼，用手做一个祈祷迄个手势，伊无讲，伊讲阮已经拢尽力啦吼，剩的领导安尼吼，可见吼，当时我的状况实在是安尼真无好啦，吼，其实。就是讲已经有出现迄个败血症的迄个迹象啦，吼、这个败血症这个迹象是后来我过当年吼，我有去纽西兰基督城去看阮姐姐啦，我也伫基督城教会内面做这个见证吼，了后吼一个做医生的兄弟。甲我讲啦，讲迄个迄个手指头吼，毋是讲你骹手互人绑起来关，毋是啦，是败血症的现象啦，吼，若严重都爱截肢啦，吼，不过这个情形，当时阮厝里人毋知影讲遮严重啦，吼，莫怪讲医生会讲恁着安尼祈祷啦，吼，可见迄当时医生对我这个病情吼。无把握吼，无看好啦。是。但是真感谢主吼，伫厝里的人啦，甲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安尼爱心迫切带祷吼，主要所怜悯啦，主要所怜悯，足奇妙吼。第5天下晡我有醒过来，这我的主治医生足欢喜的，
来甲阮太太讲一切安尼我足欢喜的吼。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女医生啦吼，是哦，女医生较感性啦，嘿，所以看到阮太太足欢喜讲一切我足欢喜吼，这感谢主啦吼。我请了以后吼，我头壳吼规个拢空白咧，拢无记忆啦。是，我毋知我即嘛是伫倒位啦，我为虾米会来即个所在啦？看到阮太太甲囡仔入来，我还佫会认你啦。还佫会认。但是人啊，还佫会认你阮厝里的人。是。但是教会同仁教会同仁甲公司的同事轮流入来，我拢袂认你啦。袂认你。因甲我讲伊是某某人啦，我就想袂起来。想袂起来。因为迄个有插讲插讲所以无法度讲话我就想讲无用写用写字结果呢，护士就甲纸甲笔摕好一字都写袂出来呢，一字都写袂出来，连注音符我也写袂出来，拢无法度写，就是讲规个头壳拢空啦。医生甲阮太太讲，医生甲阮太太讲，我即个病就准做讲醒过来。这个脑部会当完全恢复的完全好，机会敢若3成啦，敢若3成。伊讲有7成的人那毋是变做这个植物人，就是变做迄个低智能哇，这是讲若有活起来啦有恢复的是安尼啦。所以这个阮伫纽西兰，阮二姐知影这个消息伊就甲阮太太勉励，伊讲爱甲主耶稣祈祷，求主完全医治，完全医治，完全医治，毋好干那好一半，留了这个后遗症啦。是，感谢主阮这真有信心的祈祷。是，所以阮这阮二姐勉励阮太太讲，爱靠主爱向主耶稣祈祷，求完全的医治感谢主2天后。我这个就恢复这个记忆啦，就讲昏迷以前的代志，我都记得起来啊。是。不过呢，这个昏迷这5天的代志，同款是空白啦，空白。伫醒过来以后第2天就搁再抽一摆这个两个水来检查。感谢主，白血球已经对4000降落来2000啦，降落来2000，感谢主。呼吸我呼吸的功能已经恢复正常所以清醒了后第3天就会当转到普通病房。是真感谢主，安尼平安度过这个危险期啦。伫普通病房伫普通病房，因为会当自主来呼吸所以甲迄个插管背掉，背掉。但是这个头脑抑阁有迄个幻觉幻觉很凶。迄是啥物感觉？幻觉就医生问我讲你叫什么名啦？我讲我叫做123啦。我阁会当无太正常诶。无正常，迄幻觉嘛。我阁甲医生讲，我为什么叫做123的原因啦？我会当讲出一个原因啦。这事后阮太太得甲我滚笑啦，讲你叫123我叫做456啦。就是讲，因为安尼是这个头脑也无做完全好所以讲所以讲就搁继续食药注射降脑压早暗。拢注2支，早暗注2支，无共款的抗生素所以一天注4支啦。为什么要注4支？为什么注2支无共款的抗生素？对医生讲因为发现这个脑膜炎的病毒毋是单一的病毒，毋是单一病毒所以伊是。这回我得的脑膜炎是一个复合性的病毒的脑膜炎啦所以若敢若用一支抗生素无把握伊无把握讲会当拢涵盖迄个对所以对，所以用2支无共款的
啊，这个去试看嘛，范围吼，诶，控制范围会当较大安尼啦。这医生嘛是在试啦，吼，医生嘛在试，是讲感觉讲安尼会较好啦。啊，就是安尼个继续安尼一礼拜啊注抗生素，啊，但感谢主吼，啊，一礼拜后吼，搁再做一摆迄个脑部迄个核磁共振，嘿，啊，结果脑部正常啊，正常感谢主。是，啊，搁抽一摆这个量骨水检查，吼，白血球吼，我若降落来到14啊啦，哇，嘿，对2000搁降落来到14，啊，敢若比迄个正常值哦5，敢若加9安尼尔。是。啊，这时阵迄个幻觉啊已经消失了啦。啊，所以讲脑神，所以你毋是叫123啊？无叫123啊，我知影我叫做王昌祥啊。是。啊，脑神经科医生就讲，安尼会使啊，应该当出院啊啦。啊，但是我这个情况吼是回诊，吼啊，回诊的感染科的医生吼，伊建议讲，佮为着较安全吼，佮注一礼拜抗生素，安尼会较好啦。啊，所以讲就佮加住院一礼拜，佮加住院一礼拜。啊，搁再注一礼拜抗生素了后，医生就问我讲，啊，要搁做一摆迄个断层嘛，毋是断层已经头前就好啊，即马就是剩迄个白血球吼，量骨水内面白血球14吼，查9嘛吼，嘿，查9啊，医生问我啊，要搁抽一摆量骨水来检查无，啊来确认吼，确认这个治疗效果啦。吼，啊，迄个时阵我想讲吼。啊，主要说既然看过我吼，对4000啊降落来2000啊，啊2000我降落来14啊吼，啊即马佫注一礼拜抗生素，啊应该无问题啊啦，吼应该无问题啊。啊，佫再讲吼，啊抽量骨水吼，这个过程吼真袂爽快呢吼。啊抽了后吼，爱伫迄个病床头顶，安尼平安尼倒6点钟呢，袂使跪枕头，啊袂使翻身，啊袂使震动。讲若阵安尼吼，会足严重的头痛啦，会足严重的。啊，所以迄6点钟吼，爱安尼平倒咧，安尼真艰苦吼。啊，所以我就想啊，毋免啦，莫搁安尼受罪嘛吼。啊，所以我就无答应吼，啊无答应了。第二天就是3月初7吼，啊，就办理出院啦。啊，感谢主吼，即回安尼住院23天了吼。啊，会当平安出院啊！吼，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大心者吼，对魂未够清醒，主吼。好啊，继续咧，你第二个见证要来讲到啥？嘿，啊，一个第二个大心者吼，就是对无声到有声啦吼。是。啊，伫转到普通病房了后吼，啊，毋着医生就甲即个插管就背掉。啊，照讲插管背调，咱就会当讲话啊。对。啊，但是吼，迄个时阵我煞无声呢，无声啊，无法度像咱即马安尼咧做正常安尼咧讲话，啊，敢若有迄个气声，嘿气。啊，我会逐出来讲话，啊，听的人吼，安尼像咱坐对面，安尼就听无啊，听毋知我咧讲啥，啊，都来挖足紧的，啊，才知影讲我咧讲啥，吼。啊，所以我就迄个请迄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吼来做这个内视镜的检查。啊，发现讲是我的声带吼，声带有一边这个瓣膜吼，有一边瓣膜无法度闭合，合袂活来。哎呦，嘿，安尼是啊，所以有漏气。啊，漏气吼，就无法度甲即个照咱的正常的讲话，吼。啊，即个医生是安尼认为讲，这可能吼，就是伫插管的时阵吼，啊有去压迫对着即个瓣膜，吼啊，所以讲引起即个无法度闭合，吼啊，伊讲啊，搁看一寡时间啦，吼，观察一寡时间，啊，应该会慢慢恢复啦，吼啊，只是讲恐惊吼。无法度到恢复到原来遐尼完全，吼，嘿，啊，所以讲继续伫这段院的中间，我当然就无声咧，吼，啊，一直到要出院吼，我住2礼拜嘛，普通病房住2礼拜，啊，要出院的前一天吼，哎，抑阁是无声，一点仔拢无进步，吼，
所以医生佫再做一摆检查，发现讲这个声大的瓣膜，还佫是无闭合，还佫是无闭合，伊就想就讲安尼先出院，一礼拜了后，佮佫倒来回诊来检查。是。我佫到第二礼拜第二礼拜5回诊的时阵这个耳鼻喉科的主任就特地来检查伊嘛互我看这个电脑的荧幕一面检查一面甲我解说啦我嘛会当对荧幕头顶看足清楚，看到讲有一边的瓣膜一边的瓣膜是平平，这算正常的，正常。另外一边的瓣膜是安尼垂落来去搭伫这个气管的壁气管的迄个壁里所以出声的时阵，这个正常这个病这个会震动但是垂落来这个搭伫迄个气管壁这个拢无动作，无迄个功能无迄个功能。咱正常是爱两片瓣膜拢平，拢会震动平常是闭合讲话的时阵会震动才会发出声来。对。所以医生甲我讲，我这现象是算做永久性的麻痹，永久性麻痹因为插管迄个去得到关系所以伊讲我已经无法度恢复正常讲话这是医生安尼讲伊甲我讲每个月倒来回诊一摆。观察3个月了后，甲我安排做复健，来练习迄个发声讲话方法。即马要紧的就是讲莫想出来讲话，莫想出来讲话，莫勉强去讲话啦安尼较袂去加重这个声带受损。所以这是出院了一礼拜嘛就是这个声带医生判断讲无法度恢复所以我。倒来厝了，我就在想啦，想我若安尼无法度安尼正常讲话，安尼下摆伫工作上班工作上，我真正会足大的困难。对，因为我是负责这个外销业务的部门嘛。哇！我对外爱讲话呢。对外爱讲话，对内嘛是迄个报告啦，报属爱交代，爱交代，爱公司嘛，逐礼拜拢咧开会咧我袂当讲话，是袂安怎咧我就咧想这个问题，我想安尼真困难对，所以我想讲无就来申请这个公司申请那个提早退休优惠退休安尼看阮太太同意啦阮太太同意我的想法就是讲安尼对我较轻松对公司较袂讲做公司受到损失啦所以阮太太同意所以我就伫这个过当礼拜拜一就是我破病了后第一天去上班我就甲向总经理我写一个报告甲申请要提早退休感谢主啦总经理知影医生的诊断知影佫看到我讲话这个迄个作假啦的迄个样子伊就同意啦同意优退所以我佫对第2天开始就佫休假休假到月底2礼拜休假我伫第拜一申请退休回来了后甲拜5这个情况拢无改变拢无声伫拜6就3月21去聚会安休日去聚会伫早起聚会所尾边的祈祷我去头前祈祷来接受按手帮助祈祷迄个时阵我足认真足迫切的祈祷啦我袂记得医生交代讲你毋好袂使想出来我都袂记得啦敢若足认真甲迫切甲主耶稣祈祷祈禱了後中晝就大家做伙食愛餐食飯的時陣足自然呢就和邊仔兄弟來講話你講中間忽然發現講我會當正常講話我會當正常講話
嘿，那就奇妙，足奇妙，啊，就嘿啊含金安尼共款啦，是哦有声，啊，完全正常，这足奇妙的啦，足足奇妙，奇妙，哇，医生安尼3遍的检查啊，认为讲无法度复原的，啊，确实伫祈祷了后，一時之間啊就好啊，毋是講安尼漸漸好呢，对，啊是立時安尼100年啊好啊，哇，太奇妙了，足奇妙的我嘛心内嘛足感謝主的啊，了後一個第2個月，我過去病院個檢查，醫生講攏正常啊啦，醫生講攏正常啊，安尼毋免來啊啦。我看醫生嘛串一下，醫生講足奇妙那也緊哦。本來講要觀察3個月，講毋免來啊，安尼好啊。感謝主這就是一個對無聲到有聲一個新日啦。哇！所以咱信主的人生活当中一切拢有神的这个保护啊，都连咱的这头章对无？即事头章都互主来算过啊。是。所以咱常常伫意外事故发生的进程其实早就得到咱主的看顾会当得到这个平安。伫这个安尼对无声到有声的这个恩典迄个当下啦当下是充满着感谢。对。但是这个新日其实毋是敢若安尼尔啦伫事后我才知影我知影讲对无声甲变有声有搁较奇妙的就是讲话功能会当完全无受到影响。对啊，毋只讲敢若有声安尼尔，是讲话功能完全无受影响。而且迄个时阵，医生是甲你讲你是永久性麻痹呢。是。哇，这真正都是奇迹啊！对，我迄当时的感谢，就是讲我即马有声会当讲话。但是我伫几年前我捌伫十全教会这个福音大会时阵，我有见证击败迄个蒙恩的经过啦我若讲到这个。对无声到有声，伫这个会后有2位做医生的这个兄弟做伙来和我聊天啦。是。一个是迄个中医，一个是西医啦。因甲我讲用因的专业来看，我这边脑部安尼互遮尔济病毒来侵入遮尔久，讲话功能一定会受影响。照因的专业，对，一定会受用伊讲，因为伫咱人的脑部内面这个语言神经系统是上界精密、上界高阶的一个神经系统。是。所以讲脑部若任何的伤害拢会去伤到这个语言的神经。会影响到讲话能力。对。但是因讲伊伫我做见证的时阵，安尼足仔细来听发现讲我的语言的这个功能完全正常，无讲安尼思路安尼断续停顿讲到一半安尼受到干扰，受到干扰无这个咬字讲咬字足清楚的，完全正常。对，完全正常。因甲我讲你即摆会当安尼讲话真正是足大的神迹啊！是。所以经过因安尼说明，我进一步知影对无声甲有声，其实是一个比我伫拄恢复会当讲话迄个当下所感受到的更较奇妙，更较奇妙，对，是更较大的神迹。对，这真正是神
完全的医治啦，完全的医治。是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安尼听到即事安尼讲着，伊无啥到有啥吼，可能几句话吼，甲伊形容。但是你甲看吼，那真正讲是永久性的麻痹，佮照到咱兄弟吼，迄个专业的医学吼，迄个考究哦，你就会当知影讲，这是偌大一个心力。那毋是主要所要甲亲手甲医治，有可能即马急事吼，伊讲话会袂清楚，伊脑筋会袂正常吼，即种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啊吼。有声了后吼，我佫继续休假吼，到月底，3月30是我等于公司最后一天啦吼。你请迄个。先退休，退，因为要退休嘛，所以腰退，所以我连休假就拢请休了，所以3月30是我伫公司最后一天，嘛是我破病了第2摆上班，回去迄天阮的部门的同事为我举办一个欢送会啦，连隔壁部门大家拢做伙参加。安尼你平常时人也袂歹哦。感谢主啦，感谢主。是。伫这个欢送会中间，伫这个因的发言中间会当对总经理一直甲这个部属的同事甲这个隔壁部门的遐主管大家一致因大家一致认定。讲这是一个大神者，因嘛一直来肯定讲我有这个信仰，所以有这个神者，因为伫这个我住院的期间阮总经理有2摆去病院甲我看，安尼一摆是我完全昏迷的时阵，一摆是我清醒了后，伊有2摆去病院甲我看，所以伊对我的病情的这个进步。变化伊嘛相当的了解啦，足清楚，所以我伫这个感言最后我就讲啦，我讲我这边脑膜炎医生认为讲会死却会当平安出院声大受伤受损医生认为讲是永久性的麻痹，无法度讲话，却会当复原啦，我讲这2件大神者大家拢亲眼看见了，对，这证明一件代志，就是讲信耶稣真正有平安啦，我真正足希望大家嘛会当来教会来体验看卖啦，所以感谢主感谢主这边的破病主要说的性命会当互大家来认捌这感谢主啦。我想我今仔日同款要对各位亲爱的慕道朋友来讲啦，讲信耶稣真正有平安啦，希望大家拢会当来信耶稣教会继续来体验看卖。你这一届伫个这个艰苦病痛这当中，是毋是嘛有体会到这别人为你代祷的功效？这个兄弟姊妹中间的代祷功效真大，真大。这个兄弟姊妹中间这个爱心真正是会当感动主耶稣，互主耶稣来垂听咱的祈祷，来怜悯我啦，这是我深深的感觉，我感觉讲这回主耶稣的怜悯完全就是讲这个厝内人甲教会同龄这个爱心的代祷讲感动主耶稣互主耶稣来甲我怜悯啦，这是我有深深的迄个感觉啦，深深讲嘛，足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这个爱心，嘛求主耶稣会当来纪念啦，会当纪念。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你身躯边的人还是厝内底的人迄款会艰苦甲无艰难，你千万唔好袂记，跪落来为伊来祈祷，相信神一定会来垂听啦但是我想要问到恁太太这个部分，就是讲我捌听伊讲伫个这个过程当中对着这个病院的选择敢若嘛有人甲恁建议讲你是毋是要去较大间的病院来做
做治疗，但是迄个时阵太太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这个过程是毋是请咱技师甲咱讲一下？哦，这就是我要见证的这第三部分吼，就讲伫主内面的平安吼。因为主耶稣是赐平安的主啊吼。除了我顶面所见证的破病得到医治，这个身体平安以外吼，我也阁有，就是讲更较宝贵的是主内面这个心灵的平安。尤其这部分吼，是阮太太吼。亲身的体验啦吼，因为我伫这个分别中间我都唔知影吼，但是这个过程中间，伊事后又甲我讲啦吼，就是讲伫我带家护病房第2天吼，阮太太因为我若感冒吼，我若去迄个诊所，就是我感冒时去迄间诊所去看医生啦，迄个院长吼，陈医师吼，伊同款是基督徒。含阮也作熟的啦吼，去的时伊问我的状况啦，阮太太在甲讲伊听了伊就讲，安尼足危险的啦，伊讲这足危险的，爱转到台大病院啦，爱转到台大病院。伊讲吼，三甲迄个地方教学的病院吼，医生经验无够啦，医疗设施无够啦，是医生讲医生经验无够，落尾伊有讲啦，伊有甲我讲，因为迄内面的医生是伊的学弟啦，安尼哦，是啦，伊讲除了迄个主任以外其他人无即落病例的经验啦，敢若主任有这个经验，所以讲伊讲应该爱刷去台大病院啦，伊毋若安尼讲啦，伊嘛足热心的伊就真正直接敲电话是，敲电话给我迄个主治医生啦，甲讲，请伊爱尽力甲我照顾，帮我转到台大病院啦。阮太太听伊安尼讲嘛伊这是甲阮太太讲，落尾因为伊有安尼敲电话去病院，所以讲病院这个我的迄个医生就问我太太，我的主治医生就问我太太讲，恁是毋是要转院呢？感谢主啦，阮太太用伫这个责任危急忧伤的时阵这个时刻，但是主要所保守阮太太会当有一个安尼平静安稳的心。嘿，伊讲伊安尼想，伊讲伊安尼想。只要主要所若愿意看顾无在病院的大小，嘿，就是伫这个所在讲迄个陈医师讲说医疗设备无够，医生的经验不足，但是主要所若要看顾，伫遮嘛会当得到平安，嘿，主若无要医治互你转去到台大病院，共款无路用，搁再想到讲若真正转去台大病院都爱搁对头，到尾搁顶头来检查咧，这个时间嘛搁耽误咧，对。厝里的人若要去照顾，嘛路途遮无方便，遥远啊。嘿，是，所以伊就甲医生讲，无啦，阮无要转院，阮相信恁，嘿，请恁来尽力，来医治啦，是啦，这感谢主啦，主要所互阮太太伫迄个。当下当下会当有这款的平静安稳的心咯。对了后，医生甲阮太太讲，爱有最后最歹拍算迄个心理准备的时阵伊嘛足忧伤的，伊嘛流目屎呢。是。伊甲我讲暗时转到厝里看到房间迄个衫架头顶挂着我的衫伊目屎就流落来。是，但是感谢主伫这个时阵主互伊安尼心内会当有一份的透动瓦靠，一心祈求神的怜悯这个平静的心虽然伫这个流目屎中间伊嘛同款安尼会当瓦靠神对。搁再来到我
落尾我想要提早退休，这原本毋是我的这个生涯规划啦，无想着讲要提早退休嘛，我安尼想，我就甲问啦，我问讲，若准我退休提早退休以后只有你一个人的收入，安尼你会担心生活有问题无？对。伊甲我讲。我若走啦，伊讲我若走啦，共款伊嘛是剩伊一个人啦，共款剩伊一个人的收入啦，所以我活着退休至少还佫一个人会当陪伊生活啦。哇，讲了真好呢，感谢主很感动诶。这拢是心灵的平安啦，或者心灵的平安是真歹用文字、用言语来形容，别人嘛真歹去体会啦，是。但是对家己对本人，尤其对阮太太本身也是一个实实在在这个感受。对。伫这个危急的时阵无知到讲安尼六神无主，毋知影要安怎做。即神伫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神嘛是有甲咱讲讲神是信实的的确袂叫恁受试探过于咱会当忍受的伫你受试探这时阵，总会互你开一条出路来，叫你会当忍掉的安尼所以会当体会即顺样的这个心情所以伫这个危急的时阵会当有一个倚靠神的心，袂讲安尼六神无主做出一个安尼听人安尼讲啦咱就做一个决定结果造成了更较大的这个问题麻烦所以这是神的保守嘛伫忧伤的时阵无地书甲讲绝望安尼无助啦，忧伤的时阵嘛，抑佫会当讲有一个一心来倚靠神的这个心啦，伫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生活会安怎毋知影，但是无惊吓，无惊吓，像伊甲我讲你若走咯，共款是剩伊一个人的收入咧，生活嘛是安尼，我活着生活嘛是安尼，至少抑佫有一个人会当陪伊，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大的一种平安啦，真大平安，无惧怕因为咱知影主掌管咱的明仔载，主掌管咱明仔载，所以这款的平安是主要说，互咱伫世上的一个最大的福气啦，伫这个最大的福气伫世上咱有苦难，主内面有平安。咱知影讲活伫即个世间，即难免拢会拄到一寡苦难，甲到灾厄佫有身躯顶悬的病痛，是强强来的意外即个事故。咱听到你遮侪见证，佫有咱即顺样即个内心迄个纠结要安怎挖过，所以咱嘛爱来替咱听众朋友来问就是讲伊若嘛拄到即款的即个代志，伊是要安怎来挖靠到迄个更较大的即个力量，请咱即使用一寡话来鼓励咱的听众朋友。这个我感觉圣经内面一节经节含我这回的经历安尼足贴切啦，足贴切。我伫遮来含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互相的分享勉励啦伫约翰福音16章33节，遐主要所有安尼讲，讲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叫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上恁有苦难，但恁会当放心，我已经赢了世界，就是伫
伫即边的经历内面，感觉讲虽然伫世间伫世间咱有苦难但是主要说伫内面咱有平安这是主要说要互咱知影所以咱不管拄着啥物咱就只爱倚靠神相信主有伊的美意主要说会互咱即个伫伊内面的平安不管肉体的平安、心灵的平安当然后摆还佫有天国生命平安对所以我感觉这一切这一切拢是主要所恩典啦嘛因为即摆这个经历互我更较确信互我更较确信咱所信的主是赐平安的主是听人祈祷的主伊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主爱所以我盼望讲咱也无信主的朋友啦会当把握机会来查考道理，来真正所教会来体验，和阮做伙来得到主要所恩典嘛盼望咱主内兄弟姊妹啦一无挂虑，对，一无挂虑祈祷交托，感谢主，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必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感谢主啦，感谢主。主要所讲那我留落来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所赐的无亲像世间人所赐的所以恁心内莫忧愁嘛，莫胆恐啦所以咱看到常常即事就算讲伫咧面对一边的折磨伊犹原会当讲出感谢主甲平安的话来因为因明白讲这一切拢有主美好的这个意思，所以伫咧信靠甲着顺服当中迄个信心就更较坚定所以因此神就赐因出人意外的这个平安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通往永生唯一的一条路所以求神会当赐互咱智慧来查考道理，明白着这位赐真正平安的主耶稣基督。今日非常感谢咱王聪祥执事来接受咱的这个专访嘛愿神祝福你，感谢执事感谢愿主要所有平安丰丰富富甲大家同在愿一切荣耀拢归主要所圣名，阿们。伫节目将要完成进前，我们邀请所有听众朋友甲阮做伙，用到虔诚的心，用到天顶的真心，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圣名祈祷，掌管一切超越时间的主宰，主耶稣基督，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来学努力无煞。主啊，阮知影有钱，或者会当买到舒适的眠床，但是无一定买会到好的困眠。少年或者会当环游全世界，但是却找袂到灵魂安稳的港口。人面真看，或者会当请到当代上高明的医生，但是生命后一秒会发生什么代志，阮却拢唔知影。有时阵，阮掠做灾祸离阮真远，不离个平安，却犹原是无常的。亲爱的主，阮对到未来是茫然甲到烦恼的，真侪无确定性甲到生活的重担，拢互阮心心灵失去了平静。感谢神，自从临捌神了后，阮得到了平安。福气嘛临到阮，因为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伫基督耶稣内底保守阮的心怀意念。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阮感谢俄罗你。当阮成做基督徒了后，阮就会当感受到主耶稣你所赐的平安，因为主你讲，阮伫你内底有平安。伫世上阮有苦难，但是阮会当放心，你已经赢了全世界。亲爱的主啊，伫阮辛苦白疼的时阵，你知影阮一个人祈祷是无够的，你总是感动真济忠职传道兄弟姊妹来帮助祈祷。爱心甲信心的祈祷是你所喜悦的。你也的确医治着阮的白疼，你更加将圣灵赏赐予阮，成做凭据，互阮仰望得到天顶永存的帮助。所以，阮时常坦然无惊吓，更加愿意离开身体，甲主来同大，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祝福。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的平安亲像江河。只要倚靠你的人，性命就安稳了。愿你借着王执事的生命故事，感动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伙来到真耶稣教会查考道理，体验圣灵，愿一切荣耀、颂赞、权柄，拢归到你的圣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好朋友，时间过了真紧，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订阅阮的节目，留话给阮，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分享给你身躯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平安。